好啦，各位群組成員啦，今次呢條線成日俾人怨嘅，就係佢有一個特別個名，就係叫做郊遊專線，因為佢係一個風景區嘅。咁但係呢條線呢，咁就俾兩個鎮嘅居民成日埋怨嘅，一個就係洲蒲鎮，另一個就係航頭鎮。咁佢哋埋怨啲乜嘢？其實就係佢哋埋怨喺呢條線喺洲蒲鎮同埋航頭鎮嘅選址係出現咗一個偏離啊，即係選址錯咗啊，係啊，即係偏遠啊，即係太遠啊。因為你呢條線喺洲蒲鎮同埋航頭鎮只係行外圍啊。咁呢條就係16號上海地鐵16號線啦。咁一直係存在住呢個問題嘅。嗱，咁先介紹下先啦。咁上海地鐵16號線啦，咁呢條線就係由龍陽路站啦，至到去滴水湖，咁為臨港新城啦、為南地方啦提供一個鐵路嘅服務嘅。咁呢條線頭先話過啦，叫郊遊專線，因為佢係一個風景區，就係滴水湖啦。咁但係呢條線啲車個行車係好亂嘅，因為佢分大站車、直達車、普通車，你唔知幾時係開大站車，幾時開直達車，幾時開普通車嘅，你唔知嘅。你去到龍陽路站又係亂㗎。係啦，咁先介紹下大站車係停邊啲站先啦。咁大站車就係停龍陽路站啦、羅山路啦、新場、惠南、臨港新、臨港大道同埋滴水湖呢6個站。咁而直達車淨係總站到總站，即係龍陽路同埋滴水湖，中途唔停站直達車嘅話，咁如果普通車就停晒所有站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你去到總站嘅話係好難分嘅。因為佢都唔知幾點鐘係開大站車，幾點鐘開普通車，幾點鐘開直達車，你唔知嘅，所以佢係好亂㗎。咁同埋16號線有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啊，就係喺洲蒲同埋航頭啊，未能夠覆蓋到洲蒲同埋航頭中心範圍。咁由於16號線只能喺洲蒲同埋航頭外圍設站啦，未能夠深入去洲蒲同埋航頭嘅中心範圍，咁所以16號線喺洲蒲同埋航頭嘅覆蓋範圍係比較少嘅，係啦，係比較少嘅。咁同埋啦，16號線喺洲蒲只得一個站，洲蒲東，而嗰個站位置係比較遠離洲蒲鎮嘅中心範圍。咁同埋啦，16號線喺航頭只有航頭東站同埋學生航城站。咁雖然係有2個站，咁但係呢2個站距離呢個航頭鎮嘅中心範圍係比較遠嘅。咁但係唔使驚，因為有一條線出現咗，解決咗呢2個鎮嘅中心範圍嘅交通喎。嗰條就係18號線啦。咁18號線嘅出現，咁就解決洲蒲同埋航頭中心範圍嘅交通嘅。咁所以你問到18號線嘅總站就喺航頭。佢經洲蒲嘅，係啦，直情係洲蒲中心區設站，係啦。咁同埋所以啦，而家16號線只能夠解決外圍嘅地方，即係打外圍波咯。16號線係啊，打外圍波。嗱，呢個就係16號線係洲蒲嘅唯一一個車站，洲蒲東站。嗱，你呢個站係距離洲蒲鎮係遠嘅，因為佢遠離個鎮嘅市中心，因為個鎮嘅中心。咁問下大家啦，咁呢個站能唔能夠解決到洲蒲鎮嘅交通問題呢？答案係唔得嘅，因為洲蒲東站位於洲蒲鎮嘅外圍，係解決唔到洲蒲鎮中心嘅交通嘅。咁另外啦，咁16號線航頭嘅車站亦都比較偏遠嘅。嗱，頭先話過啦，咁16號線雖然16號線喺航頭係有2個站，一個就係航頭東站，一個就係學生航城站。咁但係由於呢2個站距離遠啊，咁所以都係解決唔到啊，即係都係解決唔到航頭鎮嗰個嘅交通問題。咁問下大家啦，咁就單靠航頭東站同埋學生航城站係咪真係能夠解決到航頭鎮
居民嘅交通問題咧，其實係唔得嘅，因為兩個站位於韓頭鎮嘅外圍，未能夠深入到去韓頭鎮嘅中心範圍。嗱，但係呢兩個鎮嘅中心範圍係有得解決嘅，已經解決咗噶啦。其實係靠另一條線解決咯，就係18號線咯。但係18號線一總站已經韓頭啦，所以韓頭鎮嘅中心範圍已經解決咗噶啦。同埋佢有個喺周浦鎮有個站周浦站，又係解決咗嘅。係啦，所以一條18號線解決咗呢兩個鎮嘅中心範圍嘅交通啦。嗱，咁呢個就係16號線嘅路線圖啦。咁就係由龍陽路站一路開落去滴水湖咯。好啦，嚟到呢啲嘅車站介紹。嗱，呢個站同下個站都係好多居民怨恨嘅。係啦，因為呢兩個站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選址錯咗啦。咁首先呢個站先啦，呢個站就係周浦東站。咁呢個站就喺周浦鎮嘅外圍，咁距離周浦鎮比較遠，咁同埋唔能夠解決到周浦鎮嘅交通問題。係啦，因為呢個站係比較遠，成日怨噶。啲周浦居民成日怨，因為未有18號線之前啦，咁成日嚟呢個站搭車，咁佢哋真係要行好遠，因為成日搭巴士。係啦，咁但係自從18號線嘅出現啦，咁就令到周浦鎮嘅中心範圍就得以即係處理嘅。咁呢個站都要怨嘅，因為呢個站都係一個問題，又係選址問題。係啦，咁呢個站就係韓頭東站。咁呢個站距離韓頭鎮比較遠，係位於韓頭鎮嘅外圍，咁同埋未能夠解決到韓頭鎮嘅交通。嗱，韓頭鎮嘅中心交通已經解決咗，周浦都係，就係由一條18號線解決咗啦。同埋實韓頭鎮仲更加添啦，因為18號線直情喺韓頭站做總站嘅。係啊，韓頭站做總站，跟住韓頭之後做周浦之後再入去上海其他嘅市區嘅。咁所以呢個站，但係未有18號線之前咧，韓頭鎮嘅居民成日嚟呢搭車，成日就要行好遠，一係搭巴士，一係行好遠，因為呢個就喺外圍。係啦，所以呢個站又係怨恨嘅。好啦，咁仲有一個站嘅，就係滴水湖站。呢個站就係16號線嘅總站。咁呢個站就係可以去到滴水湖嘅風景區。咁其實滴水湖風景區係一個人工湖嚟嘅。係啦，好啦，嚟翻一個總結。呢條16號線真係好多周浦居民同埋韓頭居民一路怨嘅。咁而家做翻個總結先啦。咁就周浦居民同埋韓頭居民一直埋怨16號線喺周浦鎮同埋韓頭鎮嘅車站選址太遠，其實就係頭先嗰樣嘢咯，選址錯咗咯。行外圍冇用噶，你根本解決唔到中心範圍嘅問題嘅。係啦，咁第二個就係16號線係周浦鎮之後周浦東站，咁對於周浦鎮嘅交通係毫無幫助。其實係嘅，因為你單靠周浦東站係冇意思噶。周浦東站喺外圍，你成個周浦鎮咁大，你靠外圍係唔掂噶。唔能夠靠外圍嘅，冇可能嘅係。係啦，咁另外啦，16號線行外圍啦，咁未能夠覆蓋周浦鎮嘅中心範圍同埋韓頭鎮嘅中心範圍，係嘅，因為16號線係打外圍波嘅，行外圍嘅啫，入唔到去呢兩個鎮嘅中心範圍嘅。咁另外16號線喺韓頭嘅車站係為人詬病嘅，其實係嘅，兩個站遠嘅，韓頭東站外圍啦，學生韓城又係外圍又係遠嘅。係啦，咁
自從18號線嘅出現啦，令到周蒲鎮中心範圍啦，同埋韓頭鎮嘅中心範圍往返市區更加方便。咁韓頭鎮更加係18號線，即係韓頭站更加係18號線嘅總站啦。咁周蒲站18號線都有個站嘅，咁所以就唔使再靠16號線，即係唔使再靠外圍，係啦。因為靠外圍就實在太遠啦，同埋你冇理由靠外圍噶。你靠外圍係解決唔到噶。嗱，好簡單啦。嗱，你車站喺外圍，但冇一個車站喺個喺個鎮嘅中心，你解決唔到噶。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啊。同埋列車運行混亂啦，即係頭先話過啦，即係你唔知幾點鐘開大站車，幾點鐘開直通車，幾點鐘開普通車，所以係即係運行時間係好亂，即係你都唔知佢幾點鐘開大站車，幾點鐘開直達車，幾點鐘開普通車，所以你唯有就預翻多啲時間去等車啦，係啦，所以你要睇清楚啦。咁最後啦，就係16號線同18號線唔能夠換乘，縱使16號線同即係16號線喺周蒲同埋韓頭係有站，但係呢兩個站頭先話過，16號線嗰兩個就喺外圍，18號線喺中心。咁外圍去中心係一件好遙遠嘅事嚟噶，你知唔知啊？你唔好淨係睇個距離咁簡單，其實你行都行死你啊！其實就係啊，你外圍行翻入去，你由外圍行翻入去中心區係行好遠噶，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啊！咁雖然話16號線係有轉車站啦，但係18號線係換乘唔到咯，因為佢16號線所換乘嘅車站咧，全部都係一啲其他路線嘅即係其他路線啦，即係例如11號線啦、2號線啦、7號線啦嗰堆咯。唉真係咁。其實但係點樣解決到咧？根本係解決唔到。其實而家因為16號線嘅定線已經係咁樣，已經冇得改噶啦，你改唔到啊！咁希望18號線爭氣啦，真係啦，希望18號線爭氣啦，咁能夠益到即係受惠到更加多嘅周蒲居民啊，同埋韓頭居民嘅喜愛啦。唉，一條為兩個鎮怨恨嘅路線，其實佢哋啲居民一直喺度怨嘅，因為未有18號線出現之前，成日去靠外圍，你靠外圍冇用噶，外圍行翻入去好遠噶，所以應該希望18號線嘅出現啦，咁解決到周蒲同埋韓頭即係韓頭嗰個嘅中心範圍個交通啦，係啦，呢條線係咁啦，因為呢兩個鎮都遠嘅，一路都遠嘅，其實好簡單，就係當初起車站嗰陣時，佢哋嗰個選址錯咗啊！揀錯咗地方啊，係你冇理由 set 喺外圍噶，你知唔知啊？你 set 外圍冇用噶，係啦，set 外圍冇用噶，你外圍淨係服務外圍嘅地方，服務唔到鎮入邊，係啦，咁呢條線就係咁啦。